財智有道，中環財經界嘅黃元山，逢星期四同你談經濟說道理。歡迎大家咧又翻嚟我哋呢個財智有道嘅節目啦。咁咧今集咧我哋就講下即係一個大家可能旅行都會去嘅地方嚇，但係咧真係就你話係咪真係好認識呢個地方咧？我估講真，香港人即係未必真係話好認識呢個地方就係歐洲啦，嗬。咁啊嗱，黃元山，我哋睇新聞而家即係自從舊年年中開始，就首先係希臘出事啦，跟住年尾嘅時候就話係愛爾蘭出事啦。咁啊，其實喂歐洲嘅經濟究竟有啲咩問題咧嚇？我想問經濟問題係比較大喎，咁啊，即係如果你睇翻好簡單啦嚇，咁一句講晒就係愛爾蘭其實同美國嗰個狀況都好相似嘅，就係佢個樓市泡沫爆破咗之後所引發出一連串嘅問題啊，其實就同我哋都經歷過香港嚇負資產啦，98至到03咁歷歷在目，其實即係。簡單嚟講，愛爾蘭咧都係即係經歷緊同樣嘅嘢。點解咁講咧？就係愛爾蘭入咗歐盟之後，即係而家佢係歐元嘅一部分啦。咁你可以話咧，其實佢貨幣咧就即係基本上係同香港當時候聯繫匯率就 peg 住咗美元咧，係差唔多咁嘅狀況。香港就 peg 住咗美元，咁咧愛爾蘭咧而家就 peg 住咗歐元，唔係 peg 添啦，因為佢係用緊歐元。係啦，咁個問題喺邊一度咧？就係嗰個樓市泡沫爆破咗之後咧。我哋經香港知道啦，如果你嗰個幣值咧唔能夠貶值嘅話咧，咁咧你咩嘢貶咧？就係人工啦，其他所有嘅物價啦，佢裏邊嘅銀行嗰個面臨嘅壓力就變咗係相對嚟講咧就係好大啦。咁我哋香港人都明嘅呢樣嘢嚇，即係其實咧愛爾蘭同香港人當年咧係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主要係樓市泡沫爆破咗之後，你嗰個貨幣唔能夠貶值，而你成個經濟咧係受到一個好大嘅衝擊。咁同嗰個冰島咧，譬如係啦，一個係之後係啦，一個係 Ireland， 一個係 Iceland 嚇，即係爭一兩個字嘅啫嚇。但係嗰個經歷咧有少少唔同啦。Iceland 咧佢就可以貶值嚇，咁所以咧就而家咧你發覺佢嗰個GDP 啊嗰個出口咧都重新咧可以企翻起身。咁但係相對嚟講咧，愛爾蘭咧可能所經歷嗰個痛苦咧就要比較漫長，同埋咧係比較慘少少啦嚇。咁事實上如果你即係我哋比較完愛爾蘭啦、冰島啦同埋香港之後，我哋即係譬如你睇翻愛爾蘭同美國相似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喺樓市爆破咗之後，金融海嘯嗰陣時候咧，咁佢哋嘅政府咧就決定咗將對成個銀行業咧就攬咗上身嘅，即係同嗰個美國有不遑多讓啦。咁但係美國同愛爾蘭咧嗰個唔同嘅地方，除咗當然係美國國勢強勁，美元咧係霸主之外咧，咁就係佢愛爾蘭嗰個銀行體系咧，相對於國家整體嘅 GDP 咧嗰個比率就比較高少少嘅。咁即係話政府攬咗銀行上身之後咧，其實咧佢係你唔即係就唔好以為咧政府比銀行大啦，其實咧佢係一個即係差唔多一個細路仔攬咗一個大人上身咁滯嘅嚇。咁即係話佢嗰個突然之間個大人係負債累累咧，你呢個細路仔咧都係更加資不抵債啦。咁所以咧變咗佢攬咗銀行業上身之後啦嚇，雖然佢譬如而家佢已經國有化咗即係有間銀行，佢哋愛爾蘭嘅銀行啦嚇，咁有幾間都開始逐一咧俾佢接管啦嚇 ，Bank of Ireland 啊，AIB 啊，都係咧即係佢要受到愛爾蘭政府入股啦嚇。咁我諗相對嚟講，銀行嗰個問題主要係樓市泡沫爆破問題，而政府嘅問題就係主要佢攬咗銀行業上身之後咧，將銀行業嗰個問題咧就轉嫁咗俾自己。咁即係話咧，金融海嘯其實我成日都話啦，即係其實你話佢完咗未咧？其實呢所有一系列嘅政府嘅問題，都係金融海嘯所演變出嚟嘅續集，係因為金融海嘯咧衝擊咗金融體系，但係金融體系咧冇事嘅原因係因為政府攬咗上身，咁但係呢件事冇消失到，只不過將個問題呢就轉嫁咗俾政府啦。而家我哋睇緊嘅一集呢都係續集，咁呢愛爾蘭係續集，一個好明顯嘅續集啦嚇，因為呢佢係即係金融海嘯、樓市泡沫爆破嘅一個比較核心嘅地區啊。咁當然啦，
其他歐豬五國所經歷嘅都係差唔多嘅嘢啦，都係講緊呢，喺嗰個金融海嘯之前嘅日子咧，大家都係洗爛咗個頭啦嚇。咁無論西班牙又好、希臘又好、葡萄牙又好都係咧政府嗰個借貸相對嚟講都比較高啦因為當時由錢容易揾啦亦都容易去借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相對嚟講咧借錢嗰個比例就比較高咯咁我諗而家歐盟嘅面對嘅問題就係嗰個泡沫爆破咗之後，大家都係會面臨緊一個問題就係乜嘢咧？譬如愛爾蘭咁樣，我哋即係而家最擔心嘅就係愛爾蘭去走入一個所謂死亡嘅漩渦底下，即係 death spiral 咁點解咧？因為佢同美國唔同喎，美國你樓市泡沫爆破，佢即係由於美金可以印啦咁所以咧佢不斷咁印，咁咧令到咧佢都仍然咧唔需要大幅收縮佢政府嘅財政都係講緊仍然點樣政府去使錢去支撐個經濟啊嘛，而家即係所謂救市措施等等啦。咁但係愛爾蘭咧就唔同啦，愛爾蘭同埋希臘啲咁嘅國家咧，佢自己咧唔可以即係印銀紙噶嘛，咁咧就要食一個苦茶啦。咁呢劑苦茶咧就好苦嘅，呢劑苦茶咧就係包括咧就係同我哋當年由 IMF 過嚟亞洲救亞洲國家嗰個苦茶一樣咧，就係叫你基本上咧去緊縮翻你政府嘅開支。咁即係話你其實個經濟已經死緊噶啦嘛。咁但係佢就話喂，你死緊啫，你咪但係冇辦法，因為你係做錯事啊嘛。咁所以咧你要受到個教訓。咁但係咧你政府長遠嚟講繼續借錢咧係即係唔得噶嘛。咁所以你要緊縮啦。咁緊縮本來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你唔緊縮嘅話，你就永遠都好似美國咁樣啦，嗰個借貸越嚟越高啦即係永遠個問題都唔會解決，就係延續咗個問題。但係嗰個短期嚟講咧，你被逼緊縮係一個好慘痛嘅經歷。咁如果你被逼緊縮，即係講緊政府嘅開支被逼緊縮，喺有事嗰陣時候，你政府唔可以使錢去支撐個經濟，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啦？個經濟咧只會越走下坡。咁經濟越走下坡咧，你政府嘅稅收又越差噶咯喎。政府稅收越差咧，令到你政府嗰個財赤咧就難去相對嘅 GDP 咧難去減低啦。咁即係話呢個就係嗰個所謂死亡嘅胡同咧，就係你嗰個即係你政府被逼叫人哋飲呢劑苦茶咁政府飲呢劑苦茶咧。影響到嘅就唔單止政府嘅開支，就係成個經濟嗰個復甦。經濟唔能夠復甦咧，你稅收唔能夠復甦咧，政府咧嗰個財政咧永遠都唔會穩健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歐洲所要面對嘅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每個細嘅國家咧，由於佢唔係一個即係一個能夠獨立嘅即係所謂貨幣上面嘅整體咧，而佢要被逼要食嘅即係苦茶。嗰個問題嘅即係起因咁而家頭先黃元山你分析過啦。但係譬如德國法國最近都喺度拗緊點樣去即係拯救挽救呢啲經濟啦。跟住亦都德國嗰度似乎亦都好驚呢啲火會燒到埋佢哋身喂，中間其實嗰啲嘅合縱連橫係點？你又可唔可以分析即係大國同小國之間嗰啲利益係何在咧？其實係其實好複雜嘅。即係你諗下，其實咧。美國同埋美元點解咁強？美元你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美國其實都係一個聯盟嚟嘅嘛。你200年前美國啲州份全部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嚟噶嘛。即係你當好似美國同歐洲，歐洲有好多個國家，美國好多200年前、300年前都係好多個國家噶。即係意思係話佢獨立嘅政治實體啦。咁即係佢美國創立國嗰陣時候咧，佢哋就決定整一個聯盟出嚟。咁呢個聯盟咧就有一隻貨幣。呢個貨幣就係美金啦。咁歐洲咧，本來咧都係走緊嗰條路嘅，都係整個聯盟出嚟，跟住整嘅貨幣出嚟就係歐元啦。咁但係美國同埋美元同埋歐元最大嘅問題就係乜？最大嘅唔同喺邊度咧？就係美國當時候真係一個實體嘅政治聯盟，此其一。第二就係佢一個財政上面嘅聯盟，即係話佢有一個所謂 fiscal 同埋 politics 裏邊咧 political 咧都係咧有個所謂 union 喺嗰度啦。咁但係歐洲咧，無論喺政治上面，雖然佢有一個毫無實力嘅 European Parliament 美國歐洲國會，但係佢基本上唔係一個政治實體，而咧佢亦都冇一個所謂財政上嘅實體，佢只有一啲咧財政嘅
即係一啲條例啦，即係譬如你最好嗰個財赤唔好高過 GDP 3% 啊等等啦，你總體嘅借貸唔好高過 GDP 嘅60%，但係基本上係冇一個具體嘅執行力嘅，即係話啲人基本上都唔理你嘅，即係指引，係一個指引嚟嘅啫，冇錯啦嚇。規定，大家都唔係好理嗰啲咁嘅指引嘅，咁所以無論喺政治上邊咧，同埋財政上邊咧，都係冇一個具體嘅聯合。咁呢個就係歐元同埋美元最大嘅分別啦。咁所以話美元點解可以即係可以大家積少成多啦，或者團結就是力量啦，而歐元咧就團結唔到啦啊！而家正正就係一個問題啦，佢團結又唔係團結起嚟，就變咗俾人係可以話係一個逐個擊破咁嘅階段啦。佢想整個歐元出嚟啊，咁但係你個問題咧就係你一係就整到好實，你唔實鬆鬆散散咁樣咧，而家俾人咧就逐個追擊，逐個追擊嘅話咧，個問題就係話學你話齋，逐個追擊，譬如而家德國，你話佢驚火燒連環船，事實上都係因為咧，如果愛爾蘭一冧，西班牙一冧嘅話咧，嗱希臘咧就係細國啦，真係嗰個影響都係為之有限嘅。但係如果你無論係愛爾蘭或者西班牙，愛爾蘭先啦，而家睇個樣就係跟住就葡萄牙，跟住先到西班牙，下個就意大利先至之類一路慢慢燒落去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幾年都慢慢睇嘅，仲要即係呢本咁嘅歐豬故事書咧小豬的故事咧，相信咧3隻小豬係啦，就5隻小豬添喎而家咁而家可能加埋比利時6隻小豬咧慢慢去睇幾年嘅，我覺得呢本故事書係好慢慢睇嘅。咁因為咧你睇緊嘅咧就係如果愛爾蘭同埋西班牙出事嘅話咧，嗰個對德國、英國同埋法國嗰個影響咧就大好多啦。咁所以咧你講得啱嘅，即係話德國當然唔想去燒到埋嚟，咁但係你如果去救，你又唔可以救晒全世，即係又唔救晒所有人係嘛？你救到希臘，講真 OK， 因為唔大，葡萄牙都可能 OK。但係你講緊個西班牙同埋愛爾蘭一齊嚟嘅話咧，可能嗰個負擔咧就已經係唔細㗎啦嚇，甚至對德國嚟講都唔細㗎啦嚇。咁所以咧，德國能夠面對個問題就係話，佢唔想救㗎嚇，而事實上佢亦都係好，即係一系列嘅舉動都話咗俾我哋聽咧。德國係好唔想救嘅，基本上嚇。咁好簡單嚟講啦嚇，我哋可以講一講，譬如佢當時候5月即係救希臘嗰陣時候，我哋即係話去攞支水炮出嚟，即係水炮即係救市方案啦嚇。但係呢個水炮咧就唔係呢支水炮，我哋叫做係一個即係合成嘅水炮嚟嘅，係 synthetic 嘅嚇。即係佢咧就係出一啲所謂合成嘅債券 synthetic 嘅債券，去籌錢去救希臘。即係話咧呢啲錢咧喺邊度嚟咧？係透過啲合成債券咧，令到德國孭嘅上身嘅數額咧係有限嘅，即係唔會孭晒上身嘅。基本上德國攞呢啲錢咧嚟去救如果出事嘅5國。咁但係咧德國咧就唔想話將成嚿嘢咧就攬晒上身。如果德國肯將呢件事攬咗上身之後咧，你基本上可以整一個比較實嘅聯盟出嚟。譬如講緊而家發緊嘅，譬如E-bonds 嚇，即係 European 嘅歐洲嘅債券嚇，歐洲嘅聯合債券啊嚇，歐洲嘅聯合債券嘅話咧，咁咧就變咗係歐洲人全部人咧都一齊承擔嘅。咁咧變相咧嗰個財政上面嘅聯盟咧就緊好多啦嚇，因為咧大家有咩事咧都一齊承擔嘅。但係咧到呢一刻咧，大家都未行到嗰一步，大家都唔想咧去發一個所謂歐洲喺財政上聯合嘅債券。暫時嗰個水炮啦，頭先救市嘅方案咧，仍然咧係講緊一啲合成嘅債券嚇，係有數額上邊嘅限制，即係孭上身嘅數額咧係有限制嘅，係有上限嘅，唔會無止境咁樣上到身嘅。但係如果佢哋開始發覺問題嚴重到一個地步，德國都覺得唉橫又死，掂又死，咁都唯有咧係孭咗上身嘅話，發一個所謂聯合嘅歐洲債券咧，咁咧就會向呢個即係所謂嘅財政聯盟咧，又踏前一步啦。嗱，咁所以咧，我諗嚟緊呢一年睇嘅嘢咧，就係究竟佢哋會係究竟德國，譬如法國就好想大家緊密啲噶啦。咁究竟德國係諗緊橫又死，掂又死，不如咧整個實啲嘅聯盟，等大家能夠抗禦能力高啲啊？定係德國話喂橫又死，掂又死，
我都係走先啦咁樣。咁呢兩樣嘢咧就會成嗰個危機嗰本或者嗰本故事書咧，呢6隻小豬嘅故事咧係就嗰個發展咧就好唔同啊。咁呢度咧就似乎又可以楞翻去即係一啲同人生有關嘅嘢喎，係嘛？即係正如中國人我哋自己傳統都有話團結就是力量啦，聖經裏面傳道書咧都有一個即係金句，即係話三股合成嘅繩子咧就不宜折斷嘅。我諗就係即係信仰上面咁，梗係講緊要合一啦，係嘛？咁啊，即係我當然就要諗就係美國係一個好例子啦，佢合一就比較強大啦嚇。咁當然如果你南北戰爭嘅時候，你分裂咗兩個國家嘅話，可能到而家個情況又唔同啦。咁歐洲咁當然就係如果佢合一嘅話，個勢力就會強大好多啦嚇。咁到而家即係佢亦都好多政治上嘅考慮，所以唔能夠合一啦。咁當然即係我哋信仰上面梗係要講合一啦，教會梗係講合一啦，係嘛？咁你點睇咧呢樣嘢？合一真係一個好值得反思嘅課題嚟嘅，放喺政治經濟層面，咁頭先提到呢個歐洲，如果真正要達到財政上嘅合一，係嘛？即係咁啊，嗰啲唔同國家就可能要放棄自己嗰個嘅即係經濟政策㗎啦，係嘛？即係你真係一定要嚴守一啲大家定落嚟嘅規矩，譬如話即係借貸唔可以超過幾多，赤字又唔可以超過幾多咁啊，放到去即係教會裏面啦，或者即係信仰上嘅合一呢，就可能好多時就係話真係要你放低自己一啲嘅堅持。咁當然啦，唔係話完全放低乜嘢堅持都冇嘅，即係正如就係頭先呢啲歐洲財政嘅例子啊嘛，即係嗱，大家有啲嘢一定要嚴守嘅，即係你赤字唔應該超過幾多，借貸唔應該超過幾多，係嘛？但係呢啲嘢嘅過程中，大家應該係傾出嚟嘅。而當大家有咗共識之後呢，嗱，大家就要放下自己嗰種自主權，而去跟從嘅。即係我估呢啲其實過往有唔少教會都成功過嘅，一啲合辦一啲聚會嘅時候，可能一啲福音派啊或者靈恩派嘅教會都會願意一齊喺一啲合一聚會或者一啲即係地區性社區性嘅活動上去合作。咁過程中就大家都真係要放下一啲自己堅持嘅原則，但係就一同呢去即係達成一個更高即係更加最緊要嘅嗰樣原則，大家就一齊去守。都講得好啱啊！即係究竟我哋教會係貌合神離，定係咧係緊密合一咧？呢個就係即係值得大家一齊去探討啦。咁啊，好，下個禮拜我哋又講下一個新嘅話題啊。好啊，好，拜拜。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